后来无来交着这个加码罐的民众爱注意咯。就为下晡的1点开始，会当就5倍罐的官网去修改。10月初8进前，一直都要完成着登记，也若无，就会失去着第一轮钓着扣仔的机会。同款是属于加码范围的好食罐，有民众来投诉，讲明明家己是伫前400万名登记的，但是却无收到通知。经济部爱大家免着急，讲到位中昼的12点开始，就已经陆陆续续用简讯来通知了。大家抢要绑所谓的好食罐400万份，敢发了啊？现在多少？因为绑这个就会同时有好食券，所以应该还有1万多的好食券。对。到今仔日中昼11点，398万外人已经绑所谓，和顶摆3倍罐相比，所谓转型有进展。不过，都有民众投诉讲，家己早就绑所谓，是安怎无收到通知？敢若主办人收到尔，经济部爱大家莫着急，等到今仔日共同把订款会期一到，就会开始用简讯甲你通知。发现金是最佳的王道。他的方法不对，好了，最后结论是发现金就好。如果你发现金扛不起来，那没有用在这里，更糟。那赢立委讲要发现金，二赢立委嘛无用要反击，不过要赶着所谓的卡步。前一阵啊，若是无选到加码罐，今仔日下晡1点，经济部就要开放修改的功能。若是想要甲权益扭出来，或者是要加选别项，拢总会使。只要会记得伫拜5进前登记，搁到网站确定，就要互家己着种的权益消失去。